日本多地出現穆斯林或者中東人士喺公共地方進行宗教活動嘅新聞，引發社會討論。2025年12月，一名男子喺馬路上突然跪拜祈禱嘅影片，引發日本社會討論係咪阻礙交通或者違反公共秩序。類比喺杜拜或者阿聯酋嘅類似行為會被視為非法。另一段影片12月9號左右流傳，巴基斯坦移民喺日本阻礙道路數小時進行伊斯蘭儀式，報道指呢個係為咗宣示主導權，引發當地居民不滿。亦都有報道指事件引致一啲救援車輛要繞道行走。2025年10月，網上病毒式影片顯示，儘管附近有清真寺，穆斯林移民仍然喺日本公共街道上進行大規模祈禱，導致交通阻礙。今年以嚟，喺東京、大阪同福岡等地，有人目擊穆斯林信徒喺馬路上突然跪拜祈禱，或未經許可喺公園同埋街道舉行長時間聚會。部分事件導致交通阻礙或者公共空間佔用，當地居民表達不滿。亦都有遊客被指隨意吸煙，違反日本指定地方禁煙規定。呢啲事件被視為文化差異碰撞，部分日本人擔心公共秩序受影響。社交平台上有人批評呢啲行為唔尊重當地規矩。有網民話，儘管已經有大型清真寺，穆斯林仲係佔用公共公園祈禱，讓日本人無法使用。我哋需要遣返。喺日本啦，趁而家呢，仲嚟得切呢，將佢哋遣返啊！日本重視和諧，但我哋傾向過度包容外國人嘅需求，一旦允許就成為先例，需求會不斷增加。日本政府已注意到呢啲問題啦。內閣府同埋地方當局推出改善政策，包括加強公共空間許可制度，要求宗教聚會提前申請，同時推廣多元文化教育計劃，喺學校同社區舉辦講座，促進理解。東京市政府更加計劃增設專用祈禱空間，如喺機場同公園內設穆斯林友好設施，以減少街頭衝突。但政府強調多元共存，而非放任問題。呢啲變化部分回應咗文化摩擦，但尚未完全解決支持缺口。